漫约会。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新生代的舞台与生活，感受他们的点滴成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青春戏院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宝乐，我是主持人董毅。在前2期节目啊，我们来了4位越剧的小生演员，4位越剧的花旦演员。由于他们分别来的，好多戏迷朋友们说呢，看到小生没看到花旦是种遗憾，觉得看到花旦呢没看到小生也非常遗憾。是啊，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期啊就精心打造了花旦和小生联袂的这期节目了。我们看一看花旦小生的龙凤配。来，掌声欢迎他们，有请。越剧新生代人气偶像青春集结，尹元的俊逸隽永，碧琪的真挚凄婉，为您演绎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徐王的纯美细腻，陆父的儒雅清丽，带您品味烟雨江南的戏文故事。金秋9月，青春戏院特别奉献《月韵飞扬》。欢迎8位，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舞台啊！这个流派纷呈啊，这样咱先请他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好啊，来从这边开始吧。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的青年演员，我叫王青。好，是小生演员。尹派小生。尹派小生。大家好，我是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的原派花旦徐小飞。好，欢迎原派花旦。大家好，我是南京市越剧团 B 派小生李小旭。B 派小生，欢迎。大家好，我是杭州黄龙越剧团的7派花旦于玉婵。7派花旦。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欢迎。徐派小生。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王派花旦李旭丹。好，王派花旦。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陆派小生张雨峰。欢迎。陆派小生。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派花旦盛舒阳。陆派花旦。大家眼前一亮吧？这8位是4对儿，正好呢强强联手，肯定会给大家带来许许多多的精彩。是啊，按照他们固有的这种流派的搭档哈，他们分别就做了哈，1、2、3、4，正好是4对儿。那今天呢，咱们就一对一对的说，先来从我们这个徐王搭档来开始吧。你们俩以前合作过吗？单单进了上海越剧院之后合作过，以前我们是2个团的嘛。对。进了越剧院之后，因为我们徐王基本上都是搭档。徐王联合合作的最多的戏是什么？《红楼梦》吧。还记得第1次搭档是在什么时候？在青春戏院的舞台上。同样是我们的舞台。对。当时是爱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搭档哈，他除了舞台上这个演出之，在我生活当中也应是一对好朋友，这样也对你在舞台上塑造有所帮助的。配合起来才能默契啊。对，我们外地演出基本上2个人都是一个房间，然后演出完也互相会交流一下，今天哪里觉得演得不错，哪里有缺陷，我们要改进一下。我们看到有一张剧照，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哈，这张照片就是你们2位在《红楼梦》当中的角色。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是。什么感觉呀？太和谐了，太般配了哈，那么帅，那么美，合作了几年了？进院之后就是我们俩一直合作，后来又排了《皇帝与春姑》什么的啊，一直搭档。现在这个对最初的印象完全变了吧？对的，以前我觉得他是要保护的那种类型，其实跟他接触之后，他其实也蛮大大咧咧的，他保护我的多。真的。去外地演出，我们住一个宾馆，都是他照顾我的多。比如说怎么照顾你了？最简单的表卡我必须要交给他，我老丢三落四的不行了，然后单房卡就交给他，他要掌管一样的。然后平时我吃东西，有的时候去广州演出，我喜欢吃榴莲，然后好多粉丝送了很多榴莲，然后他就管着我，你别吃了，嗓子都冒烟了，脸都太可怕了。我们前段时间刚在外地演出，他就连一个手机插座充电都要我去插，插不进去。然后我说你再试试呢，因为我知道肯定我一去就能插。然后他说还插不进，丹丹怎么办？然后我就一插进了。看来这个杨婷娜同志啊，在生活当中啊是被人照顾惯了。同时也说明这个李旭丹呢生活能力很强啊。那你们2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让珠联璧合的剧目啊。子瑜猜。为什么要选这出戏啊？而且还异口同声。这是我们丹丹选的，她觉得美。来，咱们掌声欢迎他们2位吧。
相见竟于梦中，闻过他。欣赏了第一对儿这种龙凤搭档哈，真是让我感觉到青春的活力啊！再介绍一对搭档，碧气，这是越剧当中固有的搭档组合了。对。李小旭、于玉婵。我们在网络上呢，在一些这个唱片当中呢，经常看到毕春芳老师和齐亚仙老师的演唱。我们看到我们的后人继承了这两位老师的这些优势和流派的特点，唱的是珠联璧合，我们非常敬佩。没错，给大家爆料一下啊，李小旭我们都知道他是毕派小生的，这回呢为了给他征集他的搭档，我们专门通过青春戏院的微博在网上进行了大家一个评比，结果得票最多的就是来自黄龙越剧团的于婵。我们来看一下微博上面征集的一些内容啊，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看两条哈，这个网络上的留言，这个微博上面的有一条网友呢说的是，我觉得首选于玉婵，而一位呢说粤女争锋里面呢有很多的气派选手，推荐黄龙洞越剧团的于玉婵。于玉婵，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选你啊？人情这么好啊！首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怎么说呢，黄龙越剧团小剧团嘛，我也是小演员嘛，然后能够得到这么多朋友的认可以及喜爱，我真的是特别感动。首先是这样子的，没想到。我想呢，这期节目之后呢，支持你的粉丝就更多了。对啊，对，那你们俩之前肯定是不认识的。不认识，不过通过那个王航娟老师啊什么。对，有过那种，比如说他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团侧面有过了解，侧面有过了解，对，但是本人是没见过的。这属于速配哈。你们俩有没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啊？有，我们叫一见钟情，因为相亲嘛，微博相亲就属于。昨天连小丹都说，他说要你泡妞都泡上了。因为他录完节目以后，在后台还在那滔滔不绝，两个人情意绵绵，我想来电了。第一次见面的那种，哎呦你好你好，您就是于婵。没有这样，我就说就两个跟老熟人一样的。我说你在哪里呀？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在化好妆了，你在哪？我说我在挂衣服，他说我马上找你。然后找我之后，我也没说你好，我说哟，给我看看你这妆，我说好像颜色淡了一点。然后他说老师说了会帮我添色的。然后我说你赶紧就没有那种很客气或者很客套的感觉。老熟人了。对，就好像两个人认识好几年的那种感觉嘛。其实我有侧面了解过，就是小旭哈，我想象当中他肯定是一个很小、很活泼、很可爱的那个形象哈。然后我觉得我跟他一时相似，会不会感觉跟好像对弟弟演的那种感觉？姐弟恋了。对，有这种感觉，其实没有啊。然后他就比我想象当中也是很会照顾人的那种，对。然后两个人配起来，那个实际上是我们也是，
就是两个人第一次配合，然后就感觉哇特别有默契，眼神有感觉了，真的。哎呀，刚才说你们俩在生活当中这是一见如故哈，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那不知道你们在舞台上这第一次合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有请二位。有请。叶妹，你可知道我为你啊，一路上奔得爱里。叶妹妹，我想你。情人。
哎，王清和徐小飞呢，这也是第一次合作哈，因为不是一个院团。对。一个是来自上海，一个来自宁波。这2个院团经常联袂演出吗？也没有。没有过。你们俩是第一次碰面？对。之前我是认识他的，知道他，因为他是方晓峰老师的学生嘛。但是没有合作过。没有合作过，对。啊，互相评价一下。我觉得他特别用功。为什么？因为这个戏我是挺熟的，说实话，因为也演出过几遍了嘛。那我就跟他说，我知道是他之后，我说这个戏无所谓吧，因为《山河恋》是尹派和袁派的，应该说经典的一个剧目，应该大家都很熟的，那不需要就是要怎么去排练，结果他说不行，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行，他说一定要合作，一定要排练，然后有默契，那才能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给观众朋友们看。哎，我说对王清什么印象？我觉得王清姐吧，应该讲啊，我觉得王清姐特别好，因为这个戏她比较熟，我比较生疏。然后我到上海去的话，我给王清姐打电话说能不能给我配一下，她2名说的好的，明天几点钟，然后就过来了，然后一遍一遍给我排，然后还在排的当中跟我说戏啊，说人物啊，我觉得特好，特亲切，2个人。王清呢，小宝宝正是用人的时候，拿出这么多精力来哈，来拍戏，非常敬业。那当然，我也希望我们之间合作能更加默契一点。再说王清姐的老师赵志刚老师跟我的老师方晓峰老师，也是在那个台上也是很经典的搭档，对吧？经常合作。所以希望很高兴跟王清姐合作。那你们俩今天肯定要带来的是尹源的经典作，经典作，对，《山河恋》。山河恋，送信一者。对。好，我们欢迎。
张雨峰和盛舒阳呢，应该是一对好搭档了。第一呢，是一个院团的，那肯定是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合作了。同班同学。还同班同学？对。在哪个学校？上海戏曲学校。那么再具体一点，多大开始见面的？12岁啊。12岁。对，12岁。10几岁。对。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你们俩都被分了流派了。流派还没有分，但是他肯定是小生，我肯定是花旦。行当是分了。对。那在一起演戏的机会也多。对。就是小时候我们其实开课的时候就是盘夫都是基本功打底的戏，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搭档。我那时候开玩笑，我那时候小胖墩墩的，个子又不高，我就说我们两个是个汉堡包，他是根香肠，我是个面包。特别瘦那个时候，他旁边就特别圆。我记得小的时候对峰峰的印象就是说，峰峰因为是演小生的嘛，我想小生应该是很硬朗、很帅气的。刚来那个学校的时候，大家相互都不熟悉，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第1个星期他老是哭，很想回家。当时很多同学都想回家，那么大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的方式就是蹲着，我想回家。对，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哭，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很多观众都知道的这个事情。那你说一说你眼中的盛舒阳，他小时候什么样子啊？他小时候就是在我们班，甚至在学校都出了名的特别的用功、勤学苦练的好孩子。就是说我们也有几个同学也比较用功，但是都不及他。他的毅力特别强，他以前的名字叫胜任，就是胜任各行工作这个任。对，他有那股韧劲，他就能坚持下来。每天就是特别早，我们都在就是熟睡的时候，他已经带着录音机，然后拿着这个那个彩鞋去练圆场，边练圆场边练唱，他就每天坚持这个样子，我们都挺佩服他的。张雨峰合作了很多的搭档。对，你算算，你都跟谁合作过？太多了。粤女争锋的时候是跟那个董建宏，他是绍兴的。对，上百的，还有婷婷，他们说是我的原配夫妻。其实呢，最早是跟他，丹丽，还有谁？裘丹丽。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唐小玲啊，陈慧迪啊，包括对面的小飞，我们也是前一段时间袁老师的那个专场，我跟他配的是这个断桥。经常换夫人。那我就不好，既然有俩夫人在，就不好问哪夫人最好了哈。找事儿是吧？都好。那你们觉得作为搭档在舞台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默契，对，就是知己知彼吧。就是台上，比如说哪天，就是用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哦，今天需要我们注意点什么，或者或者哪个地位啊，我们都是用眼神来解决的。没错。我觉得我就是容易紧张，我每次在上台前，我就跟他说我特容易紧张，一紧张我就担心我会不会紧张过头，真空忘词，我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我特别不自信，所以我特别在上台之前总会跟搭档说一声。今天靠你了。只要他给我一个自信的时候，我想，今天我也靠谱了。一说起忘词儿啊，大家都畅所欲言，都有这种经历。哎，说说你们都怎么处理这个忘词儿的？在外地演出，我就忘的就是台下观众都唱起来了，我都还没想起来。我怎么都想让这个音乐在走，是吧？而且轻板，就是没有音乐的，没有伴奏，实在是想不起来，就傻掉了。我在台上。急死了！后来后台那个不是有那个伴唱话筒吗？我那个花旦在里面唱，我才想起来怎么唱。真的是急死了那个。还有谁？我把《唐伯虎点秋香》最经典的那段2句忽然忘记唱到哪了。你就放松警惕了。对。下面一阵掌声，我说哎呀完了，我心里在想我唱到哪了，然后我就一个圆场跑过来，从那个上场门这样子跑过去，就是给台下的人一个眼神。台旁边那个后场的演员，这个意思让他们告诉我唱到哪了，然后没人理我。不是，人家台下的人误会了，以为今天改戏了。没人理我，有创新。不知道我什么意思，然后直到我下去音乐开始，他们才反应过来，哦，他是想不起词了，所以才改动作。那后来呢？他们给你提示了吗？没有，忽然音乐响起来，然后当音乐响过去之后，忽然我又想起来了，这样太紧张了那感觉。好，其实忘词呢，我个人的体会啊，有2点容易使我们演员忘词儿。第一个呢是底下太安静了。演员心里想，怎么了？我唱的不好吗？哎，怎么我这高腔上去以后没鼓掌，他容易忘。第二个是底下太乱了，正走着你正唱着呢，突然间呢走一个人过去，你的眼神马上就跟他走了，坏了，那词儿想不起来了。哎呀，特别容易走神儿啊！哎，咱们接下来该说什么了？谁给我提词儿？接下来该谁唱了？应该他们2位给大家演唱一段。对。
好吗？给我们唱一段《珍珠塔》里的唱腔。珍珠塔的赠塔。赠塔。好，我们掌声欢迎。见襄阳的家暖波少往来，平时的养上老几，继母娘的恩德难忘怀，真乃是兵荒马乱路途中，语言先通谁？今日难得表弟到，歌说团聚重相会。实在家母饮酒醉，一言不语须见归呀。姑娘胸骄要的好，真得有比就不归。表弟是关心世界难去留，表弟朦胧多理睬。表弟你不用千里找相娘，怎能够匆匆而来几位？我母亲啥语不到时，与其亲在离呀来陪呀，小弟离家就出山，转眼已是腊梅开，有子在外是母年，10夜一门盼儿归。表弟呀，你莫愁，有子离家29你莫愁，继母娘月年盼儿归。待我禀明老弟弟，去见继母襄阳来。表弟呀，你留在我家，尽多数谈等来年复成为呀。表姐呀，我母亲年迈难援引，有否诚心保别我来？一片好心的牢记，且待他年再相会。呀，堂上我有我弟弟在，难道你不去回？表弟你不便匆匆去，弟弟是我年在。表弟呀，能走却一儿永把驸马送你回呀。其实是人家的刘芳清，他真知么脑儿里子难更改。表姐呀，我文堂缺少英门洞，家里有无子女啊在，母亲是孤独在家度日间，小弟是横幅上次难飞归。今日师弟十里去，他年复进来听啊。
到此一游，赶紧的。我早就看上他了。我。怎么唱来这个曲？丹丹，你同意吗？他选了你。暗恋很久了。戏曲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科学培育是为了这一刻的期盼，安全生产是为了这一刻的信赖。精心检测，是为了这一刻的放心。诚信经营，是为了这一刻的成功。严格监管，是为了这一刻的美满。大家的幸福，共同的责任，食品安全，一生相伴。哎呀，接下来这个环节有意思啊。我们长期看的是固定搭档，在一起固定流派演出。那他要是打乱了，我们来个乱点鸳鸯，他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俩就当一回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咱把他们分工一下，来，小生跟着老师坐这边，花旦跟着我坐这边。嘿，好，好。这个环节很简单哈。我们两个呢，人带一个队，然后呢，可以从我这儿开始，我们叫唱词接龙。平常我们在电视里看过一些歌的接龙，对吧？就是我，比如说我唱一个什么什么样一个，我这句当中最后一个字，下一个人必须得接上来。你呢，可以不用把这个字儿呢当成第一个字来演唱，但是你这句里面必须得有这个字儿。如果说我们这演员呢接不上来呢，我们现场还有这么多的观众，你们可以自告奋勇，你们可以上来帮他完成。如果都完成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唱一段呗。对，那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李旭丹他没想起来，观众也提示不了，那我小飞呢你就算胜了，因为你出的这个题他没接上来啊，你就可以来点一个你认为心仪的对象。不过是剧中的啊，但是固定搭档不可以选的，明白了吗？从我这边开始吧，我想一个字啊，想一个特简单的吧，大家都会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妹，预备走。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来，李旭丹，1、2、3，到此一游，赶紧的，到，非常到。真是到大观园的园，你可以求助，你要想不起来可以求助我们观众。九里芳园芳兰意，最后一个字是什么？音，仿英，想起来了吗？祝家庄上，放映台，董一姐，台肯定不是从我这儿接，从那儿接，从那儿接，台，可以求助，你要想不起来可以求助我们的观众，祝英台，上来可以帮忙。不可以重复啊，还是台，不可以重复啊。这是2人台，那不可以重复，不可以重复唱段，来，李小来，5、4、3、2、1。娃，你来接吧。
法官生。来，王清。陆文柔。柔来，6、5、4、3、2。帮不了你了，徐小飞同志。徐小飞，这个你成功的在这一局里面被淘汰掉。你这个上面这个王清同志呢，他获胜了。王清啊，尹派小生，来点个鸳鸯吧。那我找徐婵吧。为什么找他？那咱们俩就搭一段，因为我觉得这2位申舒阳和那个李旭丹都是自己乐团的嘛，就不好玩了。没有新鲜感。不好玩了。找个有新鲜感的哈。那就是来一个大家熟悉的《天上掉下林妹妹》呗，好不好？哎，好呀。好，大家说好吗？好，来，掌声有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太好听了，怎么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虽然是临时的搭配，但是配合的特别默契。是啊。哎呀，王清的眼神哦。哎呀，这个交流太妩媚了。这个接下来啊，我们这个第2轮呢，我提议啊，从赵宝乐老师那开始，您唱一句，然后您最后落音的那个字呢，从您这小生队伍当中传下。向北冲锋2、3、8。火。三不正是怎么唱来着？我们可以打电话的，现场观众有吗？有会唱的吗？来，那位女士，来你站起来，她要回答上来就帮着王清呢完成了这个环节。来。三不正是爱对母啊。最后一个字是啊不龙小口叫细心接。最后一个字是接5、4、3、2、1，接不上了。否认老师不好。哎呀，现场观众有没有帮他接的？如果没有的话，他就很遗憾的在这一轮里面出局了。哎，我赢了就可以选老婆。对，你可以选了。选过的不可以选。这四位啊。丹丹就不选了啊，我演出太多，我就跟舒阳吧。好，跟盛舒阳唱一段。以前合作过吗？有合作过，但是今天我想选一段是我们没有合作过的。唱什么？追鱼关灯。好极了，来，有请。小巷路不悬。
来被淘汰的这个继续被淘汰哈，有唱过的就继续唱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李西丹从你这儿唱一句，往后接，随便一句。功名伶俐陈清配，配配鸳鸯，十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赢的不是女红芳。双女红芳芳。他此地到他上台，抬起抬。台下来比台上多6、5，多了多嗦。4、3、2、1。这个西米有没有可以帮唱的？有没有？好，看来是没有。张玉峰选一人。张玉峰选太太吧。丹丹吧。好。为什么选她？我早就看上她了。你俩以前是做过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没有。来，丹丹，你同意吗？他选了你。我暗恋很久了。这叫不谋而合啊！我和沈飞要上心了。这个打算唱什么呢？你们俩？几家欢喜几家忧啊！你们俩唱什么？因为我们陆王可以搭的比较少，那就唱一段《惜别离》。好，《惜别离》。来，有请您。惜
上也没办法再比了，就剩一对了。这一对就剩一对了，怎么办呢？我们已经淘汰了。淘汰这对俩淘汰的组成一组吧。我们本来就想组成一组，对吧？好，有是吧？来，有请。
好，谢谢，特别感谢今天的4位小生演员、4位花旦演员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哈。虽然我们是乱点一样的，但是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这个临机发挥这种应变能力啊，而且擦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希望有机会真正的在舞台上能够看到你们这种乱点鸳鸯谱的大戏表演。在这儿也特别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栏目做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谢谢大家，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赏古今名段，品戏韵万千。主持人全天陪伴您收看戏曲频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全天陪伴您快乐收视。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周宇，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2012年的7月22日，农历6月初4，星期日。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大暑。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希望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在生活中注意防暑降温，保养好身体。